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来读这个顶一本入围英国 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的奖项的小说啊，吴明义老师所写的叫做啥？那准讲是教字读是生做安尼啦，当然，理解嘛。所以你若准讲要针对每一个字词，拢去做新字来改符合，安尼可能会袂负起来。总是每一个语言拢有伊的一寡理路嘛，吼甚至用中文来听起，应该嘛会使有几多种讲法嘛。这是吴明义老师伊甲伊的小说或者即个名，上面敢若有1949年有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吼，无参考啦。错，所以有古早音是错，切甲切，对吧？所以韵尾的部分，教部是目前收两个韵尾，T 尾甲 P 尾安尼。1932年台积电是收切尾安尼，出切插轨，切出。所以这可能是算音的转变，你什么偷摕物件来对啊？安尼，咱就来读。所有的作品，敢若拢爱有人推荐。当然，迄本或者但嘛有了，自头到尾拢是作者。刘祥志的本名是杨玉辉，他两姊妹啊，杨玉珠。玉辉我毋知倒一个歹势，所以这个写真的物件是看个人去表现的安尼。好，来，咱来读这个王德威所写的，这应该算评论票，我无看。美联出版社所出的，所以王德威这个人是啥？歹势我无迄个啥，读这故事。无啥想要读中文册啊，读到台文册啊，读到台语的啦。所以台文的小说，台湾人继续努力打拼呢，无人会来写的，至少短时间啦，无人会来写台文的物件，除了台湾人或者是这么改变色色，我唔知，农场课。小说一部论，吴明义单车失窃记和其他，王德威所写。过去，嘛，吼，毋过，若用迄个车链迄个心，就甲伊读做的，的，所以台剧大书底嘛是讲即个的，只是延伸出来了后，伊就变成是一个迄个啥，
主要的部分。伫日文直接用来中文的时阵，伊敢若一个光的迄个连理啊，啥物货啊？毋是连理啊，迄个糖仔里迄种啊，是叫做胀子，嘛是叫做滴安尼啦。所以可能就是主要的部分就知讲，所以知影就是已经几台空门车拍落去安尼，听事伫无共的专业、无共的领域、无共的所在，有可能无共的情况嘛。迄个中文咧讲，有对无？自转车啊，脚踏车、铁马，我想着是即几个。所以有当阵啊，即个语言的活条所在就是伫遮啊，诚侪人有无共款的迄个讲法嘛。啊，要淡仔咧讲要统一来是啥？迄个真正是莫名其妙。当然，自行车、自行车嘛是有人会安尼讲嘛。铁马、自行车，啊，讲困头会使两个人做伙打。铁马对，日本时代有变自转车啊，空明车啊，所以最种的，所以对自转车，就用教授也是。脚踏车、铁马，中教授是敢若收脚踏车甲铁马。但是场景是按台北流转到埔里公山，按马来半岛到滇缅的松林。当然，松林一些丛林，因为在伊个英语的语境内底嘛是有forest 甲 jungle 的真差嘛，所以变成我就讲，共一个状况，你要用啥个角度去看？forest 树林，台语简单讲树林，但是 Marino 讲到 jungle。形容到树林，所以埔就是一个自合的所在嘛，所以有可能就是至少伊讲的丛林照字通嘛，毋过迄敢是原底台语有的语境，知好，反正就是按马来半岛到滇缅的树林部。
命运之轮对着单车主人的行路转动，一段搁一段的台湾历史，来到咱的眼前。早期吴明义创作有留啊带着乡土风俗的小说，但是伊真正突破是蝶刀处理啊，伊这拢是中文写的啦。蒲光顶顶的线文字，若呼应当代的环境意识。作品所透露强烈知性特色以及实践的精神，的确互读者会当拍开眼界。等于将这个特色带向小说的创作，而且掺杂魔幻色彩，所以就拍开了属于家己风格、困眠的航线，困眠的航线。就下来啊，这个我来读这个国际万博奖的小说，入围了 Man Booker's International Prize， 这是2018入围啦，单车17。所以吴明义足侪小说，我目前敢若看2本尔吧。上新的是《海风酒店》，甲这个单车17记。其他伊讲什么昆明航线、福眼人、天桥上的魔术师吼，这有拍做戏出。所以真做台湾人，这拢是过去一部分的历史，由这个小作家或者是创作家家用另外一种形式来呈现嘛。拢顶顶这脚踏车的传奇，写出台湾日常生活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佫演变出用敷衍，这是铺排哦，因为当然我就讲可能外国话啊，所以我会感觉伊一寡用字用词，含我过去所学的，无讲真共款啊。我的理解是敢若凊菜菜安尼，凊彩简单应付，过桥暖敷衍，因为敷衍出殖民历史、战争创伤。这后壁大出来，这敢会使用敷衍，我唔知影。或者是迄个敷衍的意思，甲我理解意思已经无共款。流传哦，对啊，做标准功夫，凊彩应付，所以延伸出来可能就是遮个凊彩应付安尼。所以才讲敷衍出殖民历史，可能是要讲流传出来，还是分拆出来安尼。诠释并引申，所以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市民的历史战争的创伤变迁，小说出版了后引起真侪的回响。俄罗的人指出吴明义对台湾百年历史的记忆和自然环境做出真特别的观察。讲故事的能力是尤其值得咱学乐。那批评者就认为讲，小说是包山包海，煞甲即个主题意识从透薄去，主题意识透薄去。雕工的叙事设计也带来超过煞无够的阅读效果。无共的声音显示出小说的内蕴张力，所以就是讲，真正是中文讲见仁见智啦吼啊，所以对台语来都会可能就是一人讲一款安尼，阿公要主角，阿嬷要内蕴张力。这个
这个可能无一定会收啦。你讲丧礼可能个会收。可新世纪台湾小说应该写什么戏，以及要安怎写？下面就试讲要用即时第一年的论述内底有一种唯物论甲唯心论嘛，所以伊就甲伊我咧摇啦，像是迄个唯物论唯一、唯物是物，还是唯心是物，所以就甲用一个一物论这个词来表示我们一个小说实验颠翻变迁的关系，所以应该是因为伊讲。迄个啥，因为这本册是敢若2015年出版，啊2018年得到英国的迄个 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入围啦入围啊，所以变成讲迄中已经有足侪版本啦。可比讲我手头这已经是第2版，伊是第33刷，因为第1版初版第1刷是2015年。到2016年的时阵，等于是差不多10个月就怎出第2版，小说是真侪人会去看啦。啊，所以我手头这本是第2版33刷，一刷可比讲500本啊偌济，就算讲平均500本好啊。33刷安尼嘛，等于是几本10000几啊吧，对无？16000啊嘛。啊，头前迄个初版毋知几刷，我毋知影，所以有可能伫某一个所在会使查着讲，这本册到底卖几本去啊？啊，这种中文华语的部分有遮尔大的变迁，或者是遮尔大的效果，就敢若迄个杨湘子伫咧台湾漫游录得奖了，接受访问，也是伫咧现场所分享，一定是头前有人先行过，后壁的人才有得行来较勤刻嘛，一步一步向前，所以得到这个奖。台湾漫游录得到这个 The 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的进程，就是吴明义这本单车失窃记入围嘛，啊无互选掉你嘛，所以迄个啥，时间轮的，总有一天嘛是有台湾人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也免什么意外啦。因中国人遮尔侪人写久写侪了，得奖嘛算理所当然的尔。台湾人大概嘛是这个状况吧。新的一部主义，单车失窃记的情节其实非常复杂。故事的主角因老爸神秘全失踪去，神秘失踪，神秘的失踪，所以有当就是用中文的语法甲台语的语法，伊就是有真差嘛。啊，照字读一时之间，就是敢若使简单先改做我认为台语的语法尔。啊，当然，若要改做真正的台语，可能个开时间开功夫呢，只是敢若转做口语尔。对，啊，但是也罔听。故事的主角因老爸神秘失踪，啊，若伊曾经拥有，有当时讲有当初淡仔咧讲迄个啥，中文的语境，中文的语词语法甲台湾的语词语法是无一定会去讲迄个什么拥有不拥有迄种物。照迄句话，一般来讲，你就听得出来，伊到底是毋是有所有你要挑工去强调的时阵，照字甲读出来，毋是袂使，只是迄个瞬间会感觉怪怪，还是碍摇，对吧？就讲伊有一台幸福牌脚踏车，下落不明啦。一台脚踏车后来去佫找倒转来的故事，至少包括一位原住民点名甲咧找因老爸的迄个经历，
曲折经历，弯弯翘翘，或者是一波三折，就是讲，看你要安怎去讲迄个。伊讲啥？即个单车设计的情节是足复杂的，先是因老爸，即个故事主角的老爸，搁另外一个，甚至后壁搁有讲足侪去遐的像那部jungle，所以曲折、曲折。当然讲弯弯翘翘嘛是OK 啦，代志恁弯弯弯弯嘛，所以伊弯来弯去，弯。我做啥物？找你种字词，当然就是代志有可能是弯。中文当然讲啥一波三折，还是啥物一波三折嘛。所以台语会怎讲？知吼？反正就是至少弯弯翘翘的过程。一个女主，即个女主要讲查囡仔，伊无一定是查囡仔，女性对因老母规世人拢重视，用野食做为的即种工艺品会记住。一位妇人，一位欧巴桑老妇一位欧巴桑对是人家本人会现身说法，跟老兵来讲，庶民生活。当然，有当初就是讲，言文一致这个部分，到底口语和书面语应该有所前差因为对字，所以迄个汉字，伊大概会使知捌讲什么意